Hello，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九一講超聯，我係蘇雞。呢一集嘅賽後評將會講翻精英杯四強賽事，冠忠南區對住東方嘅比賽嘅。呢一集亦都係算係講埋 JSL 學員喺評述過程裏邊嘅一啲留意位啦。都會提下有啲咩位可以點樣做啊，有啲咩位可以留意下，下一次直播嘅同學可以留意翻啊。呢個都係傳統嚟嘅，因為過往精英杯嘅賽事 JSL 嘅直播咧，我都會講嘅。咁唔係想喺度點樣去教訓，純粹想分享翻啱啱初次上鏡嘅心情會係點樣，或者有啲咩技巧可以用到嘅，咁都可以用。我記得上年阿 Ivan 做實習嘅時候，我都有分享下類似咁嘅嘢嘅。咁我覺得都係大家如果喺呢次聽到之後，下一次直播用到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個直播越嚟越好。咁然之後可能都帶到啲嘢袋啦。我自己希望係大家可以吸收多啲經驗啦，然之後就喺個直播裏邊做得越嚟越好咧。咁咧就面對啲評價方面咧，個心理會強大少少。你哋都做得幾好㗎啦，其實今屆唔錯。今屆第一場嘅直播嚟講咧，即係足球呢邊啦。O.K. 啊，我覺得算係唔錯，可以我覺得有6.5至7分左右啦。始終第一場啊嘛，大家第一次試啊嘛，我覺得 O.K. 嘅呢場波。咁當然啦，都要講翻球賽本身啦。嗱，其實球賽本身就呢場波其實坦白講悶戰一場嚟嘅，都真係偏悶嘅。大家出嚟嗰個型格咧都係試探，大家都係好似等機會，大家唔算話十分進取去想攞個比賽翻嚟。我感覺係咩呢？就係90分鐘嘅法定時間，大家呢就喺度界開幾份啦。頭上半場呢，基本上呢就係去到中段試下搶10分鐘，冇嘅收檔等啦咁樣。咁當然咧就有啲球員把握唔到啦。咁我若然上半場大家和嘅，去下半場又係咁樣啦。頭段搶少少，然之後等啦，後邊換少少主力落嚟，睇下有咩效果。如果冇效果嘅，唯有加時。我覺得兩隊喺應付呢場賽事嘅態度啊，其實差無幾啊，真係差無幾嘅啫。咁睇下邊個喺某啲機會上面把握得好唔好？呢場係絕對係把握嘅分野啫，純粹係基於12碼把握嘅啫。你話如果巴杜姆嘅12碼入咗嘅話，其實喺下半場未必有阿哥斯達博到12碼肥棒射入嘅，未必有呢個情況。咁但係 anyway， 最後南區晉級，恭喜佢哋。起碼我之前講，即係南區咧，其實個目標真係唔好 set 得太低。縱使喺個賽季裏邊風雨飄搖，遇到好多危機，球員飢餓感唔夠，好多棘嘅嘢，但係我始終都有一個 comment， 就係喺直播裏邊都有講，就係話始終南區咧爭精英杯係最好嘅，即係佢喺個實力上邊係最平均，而且競爭力係最唔錯，即係唔好妄自菲薄，南區係可以爭到下精英杯嘅，所以希望佢哋有啲回報啊！喺個決賽度睇下點樣啦，即係好難講一場過賽事，賽前個個睇好東方多啲嘅係嘛？呢場波講晒場球賽發生咩事啦，然之後其實球賽反而我比較簡短啲，咁之後可能我再講下 JSL 嘅表現啦。呢場我相信我睇各大嘅討論平台好似講 JSL 多過講場波，係咪啊？認唔認同啊？我有留意啊，大家喺唔同平台，唔好意思，唔係淨係一個平台，係唔同平台、唔同群組啊，都係好似大家去討論 JSL 多啲啊，即係呢個都係特色嚟嘅，即係 JSL 每年做精英杯嘅直播，大家都係討論評述多過討論球員本身，其實係成功。對於馬會做 JSL program 嘅同事嚟講，我都要俾啲掌聲，即係都有啲朋友。但係你諗下成功嘅喎，即係佢哋係 make 到 noise 喎，係令到佢哋多人討論過場波本身喎。咁我覺得呢個 OK， 直播數字幾好啊，1000零人啊，有多過入場人數先啦，起碼係嘛？入場人數700幾，我記得入場人數真係麻麻地啊。好，講一場波先，陣間先講 JSL 啊。場波南區對住東方，
東方咧，其實佢哋會有後顧之憂，所以咧佢哋擺正選嘅排兵布陣方面咧，我係明白佢哋會係比較多輪換，而且係用得比較真係所謂縮手縮腳，有啲捉襟見肘嘅感覺喺度見到嘅。南區方面，基哥你係箭頭嘅位置，然之後你見到莊俊啊，同埋就蘇哥仔啊，會係偏向所謂少少前線兩側咁樣啦。莊俊都係嘅 Shu 同埋黎格爾就係中路位置啦。咁其實因為佢哋擺五後位啊嘛，中堅宋柱豪基斯企中間，澤廷鋒企靠右，然之後其實陳潤彤咧係都喺右路本身都會冚上去嘅，左路就李家堯啊，門將係顏傲天。排出嚟呢個會係喺細貝生喺帶領個教練團隊之後咧，都多用嘅三中堅嘅，將基斯拉翻落嚟。嗱，呢個我明白佢想將基斯帶翻落去中間嘅中堅度，係鞏固翻成個球隊嘅制空力。我呢度自己其實係有個再大膽少少、進取少少。嗱，如果南區咁捉襟見肘，俾着我，其實我係選擇可以喺精英杯呢個場合上邊，可以俾多啲信任黃浩然嘅。我自己個人覺得基斯擺防守中場會好啲，因為你上半場其實睇到南區其實係只要圍咗一段之後，發覺冇乜優勢之後，就好快收縮翻後邊，而且個中場係守轉攻係好困難嘅，好難攞得翻個波。我自己個人覺得個主要原因在於個中場嘅對抗性唔夠強，而基斯就係一個關鍵嘅點。其實如果呢場波只要擺翻四後衛，中間係宋柱豪搭黃浩然，黃浩然喺後備，咁基斯上去咁然之後可能犧牲陳潤彤，會唔會犧牲陳潤彤？可能犧牲陳潤彤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或者犧牲澤廷鋒咯。喺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其實令到個中後場個結構會撐到出去，個手轉攻會好少少咧？我自己覺得南區一收三中堅，個手轉攻就變得唔夠好因為就係欠缺咗基斯喺禁區頂做嗰個屏障作用。呢個純粹我自己認為啫。跟住東方嗰邊咧，見到箭頭擺巴道冇喺度嘅。李俊廷會偏向左手邊多少少，然之後中路算係兩個進攻中場啦，張文浩同埋顧斌啦。然之後右邊咧，其實因為佢哋進攻偏三中堅咧，然之後就變咗陣型嘅。林千羽咧會係右手邊係成條右路踢咗嘅，所以你見到唔算多右路攻勢，因為其實唔係太多隊友俾波林千羽。防中兩個啦，就係 Fat 林顯庭同埋就梁冠聰。中堅方面就米祖域、南亞同埋咧就係哇！我自己寫完都我自己寫完都唔記得咗係邊個？賓紀文冇錯，賓紀文係進攻嘅時候就去賓紀文，但賓紀文呢場做左手邊，左手邊就發揮唔到佢傳波嘅優勢。即係傳中嘅優勢，門將就係廖富元。呢場波一開頭咧，南區係撳咗上嚟先嘅，咁令到東方係慣常啲收後翻少少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就算收後翻少少都，佢哋嘅壓力唔係好大嘅，因為南區只係喺禁區外邊圍住嚟猜下，然之後撞下幾下短嘅。但係其實真係入到禁區咩？唔會啊。蘇哥仔會係比較進取喺禁區邊緣同隊友做配合，講緊就係趙聰吳蘇哥，佢喺禁區邊緣做好多同隊友做好多 1-2 嘅撞牆，想試下彈下一啲快波彈波，然之後禁區咧即刻起腳。咁蘇哥其實做好多呢啲嘢，但係差少少，即係總係其他隊友個節奏同佢唔係好一致。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南區前場有少少感覺上邊咧，唔能夠可以得到一個好快嘅進攻節奏。咁喺基本上10零20分鐘，反而就收翻落嚟啦，就變翻南區後場嘅褪翻落去後場防守，咁令到東方嗰邊多咗機會上嚟。咁呢個時候咧就搏到12碼嘅，講緊東方嗰邊。咁應該咧就我冇記錯，應該係巴道冇搏到，係咪？巴道冇親自搏到嘅，咁應該就澤廷鋒
初頭睇以為佢手有動作，但係應該係腳係掕到佢哋後腳之類咁樣樣。嗱，呢場波冇 VAR，所以佢就冇得再複核成個動作啊，困到係點樣樣。當時球證就直接判係12碼，係啦。咁巴度姆主射12碼就顏奧天撲到，呢個都顏奧天好叻仔啊！即係佢係好立心係要救佢嘅左手邊。龍門左手邊係啊，飛龍門左手邊，佢立心飛埋去啊！基本上嗰下其實巴度姆唔算射得好曳，都算角度係有噶啦，即係都算係偏埋個角落頭嗰度。但係顏奧天飛得好盡，咁嗰下佢立心飛嘅話咧，其實你又真係要讚翻佢，又真係撲得好。咁呢度搞一救情況之下，令到10零分鐘、20分鐘嗰段時間咧，南區頂得住，縮翻後之後又冇事，咁樣呢度就係、算係比較為成個晉級嘅過程奠定咗一個好嘅基礎。嗱，去到30零分鐘咧，南區發覺咧就手轉攻嗰 part 就唔係好掂啦。咁然之後加上可能莊俊係咪比較後生啲，喺個陣上嘅歷練咧，似乎都係幼嫩啲，唔緊要，即係。有時就係咁樣，有時喺呢個比賽裏邊成長。JSL 喺個直播裏邊都俾人鬧住成長，球員都係嘅，即係面對啲30幾分鐘俾人換走，球員一定唔好受。邊個會即係大家正常睇開波，俾人哋20零30分鐘換走，基本上呢啲係恥辱性換人啦，係嘛？對於球員嚟講，佢一定係難受。但係其實對於球隊而言，佢認為嗰一刻要做一個權宜之計，變一變，令到成個中場穩定啲。佢把容浩上嚟，容浩係咪真係叻過莊俊好多？我唔敢講，但係容浩個比賽經驗豐富啲。過往嘅比賽我都係話，容浩咧喺個中場方面咧，佢仲係要啲時間係證明自己喺個中場度有存在價值。但係咧，佢的而且確比莊俊嚟講呢個比賽經驗係比較豐富。咁所以你換咗上嚟咧，就會令到可能南區喺個中場啊、手轉攻個 part 啊，會控球方面咧會比較淡定啲。我自己傾向保守地估計會係呢樣嘢啦。咁我唔知莊俊本身會唔會因為有受傷嘅關係，呢個我就真係唔清楚啦。咁但係如果南區喺嗰個 moment 做過咁嘅變換咧，我自己認為都算係將嗰刻嘅局面個影響性咧減到最低。好啦，跟住之後啦。其實都係悶戰一場嚟㗎啦，喺上半場，大家即係好少入禁區，然之後大家嗰度你大腳我又大腳咁樣，咁就完成咗上半場咁嘅0-0。嗱，其實去到下半場咧，南區咧手轉攻咧都仲係唔夠，因為其實你好難去期望一個容浩落嚟係可以令到個手轉攻好啲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就兩邊都有變動，南區嗰邊咧就肥彭同埋阿哥斯達都落咗嚟，咁就換走基哥利同埋黎格爾。東方嗰邊咧就係柏拔、馬高斯、Jojo 一次過落晒嚟嘅，換走咗張文浩啦、Fago 啦同埋就賓紀文。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期望雙方嘅局面係有變化嘅。我自己當時都以為東方咧喺換咗呢啲較多主力嘅情況上陣嘅情況之下咧，似乎應該都比較佔上風。但係亦都要讚翻一樣嘢，就係話南區喺呢個時候，我認同佢哋嘅應對，佢哋改為一種比較即係體力啲啊、埋身啲嘅打法咧，令到東方咧手轉攻個 part 係有啲麻煩喎，令到佢哋。喺個中場上邊個發揮咧係限制咗，即係好多比較攔截上邊真係加咗辣啊，令到佢哋好難去做到普通嘅手轉攻。咁然之後南區其實自己因為換咗阿哥斯達上嚟啦，用咗肥跑上嚟啦，個手轉攻其實有改善。兩隊都係同樣換人出嚟揾變數。其實兩隊換出嚟嘅人咧，都喺呢場波裏面咧唔係太做到一個 X factor 嘅角色。咁咧去到慢慢70零方面啦，就70啦，就阿積信都換埋上嚟，換埋阿嘉耀走啊。咁一開始見到尾段咧，喂南區入肉啲喎啲波嚇。咁就東方嗰邊咧就巴科爾啦，洛迪古斯都落嚟，哇！但係好少睇。巴科爾落嚟 draw foul 啦，洛迪古斯我都
真係印象唔係好深啊。去到後段啊，就80零嗰段時間，南區尾段咧嗰啲攻勢都 OK 嘅，反而東方就受制於對面嗰個埋身戰咧，令到有啲節奏唔係話即係太過捕捉到或者掌握到嗱。跟住之後咧，補時12碼，另一個12碼出現啦，就係咧南區獲得12碼啦。咩事？林千羽喺自己右後防位置禁區裏邊咧，一個算係一個滑鏟啊，一個滑鏟咁就困低咗阿哥斯達，就判咗12碼嗱。其實嗰球波林千羽就自己蝕嘅經驗。嗰個防守嗰個位置滑鏟埋去咧，就真係幾魯莽。因為阿哥斯達呢啲咁有經驗嘅球員咧，哇！你見到你滑鏟埋嚟咁慢啊，仲要鏟得，你又唔係話即係一下好狼死好快飛鏟埋嚟，係遠處滑埋嚟 sliding。哇！我諗個波，我梗係俾你踢啦，縱使你踢到個波都好啊，即使林千羽踢到個波都好，我都要啊，隻腳都要俾你撞埋落嚟啦。咁樣我咪完全失去控球權咯。咁球證啊，做嘢啊都有晒口實啦，有根有據。所以林千羽咧喺自己禁區裏邊咁樣落呢啲滑鏟咧，冇辦法唔判你個裝你啊哥斯達。佢睇下你幾時埋嚟啊？就係、是、你結果咁遠老遠飛埋嚟，哇！佢唔俾你鏟中落地，佢對唔住南區嗰邊嘅管理層啦，係嘛？對唔住陳生啊，對唔住黃生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對唔住貝生添啦，係嘛？喺呢個情況之下，林千羽呢個要交咗學費啊！精英杯真係交咗學費，阿哥斯達冇可能唔跌嘅嚇嗰個位，你唔可以話佢扮嘢㗎，因為你咁樣滑鏟埋嚟，佢捉晒你路俾你鏟到 ，OK？咁所以最後肥棒12碼搞咗一大輪入波 ，OK 冇問題，補時階段。最後南區絕殺入決賽。成件事呢場波其實我覺得晉級嘅機會係50-50，即係大家都踢咗一場唔係話即係太過具說服力嘅賽事。東方當然係攻勢多少少，當然係即係威脅度高少少，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有掌控力地控制咗成場賽事而又完全攻唔入呢？唔係，我又見唔到東方真係話好多攻勢攻到係天花龍鳳，但係入唔到，你自己12碼把握唔到咯，只能夠講係其實要照睇東方射門10-4中籠嘅東方3次，南區都有2次，論效率南區可能好啲添賣門效率南區可能好啲。咁喺呢場波裏邊，所以南區你話晉級咧，就我覺得都有佢個道理喺度。我只能夠講係佢哋喺低潮嘅時候把握住呢場嘅機會，能夠捱到尾嗰個位搏到翻嚟。佢哋都係應得㗎，南區呢個晉級嘅決賽都係應得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場波雖然場面上邊悶悶地，但係結果咧係好合理嘅我覺得 OK 嘅呢場波。大家各有所爭啦，係咪先？即係南區有南區爭，東方有東方爭，係嘛？東方今季嘅陣容咧食開大茶飯㗎嘛，南區咧就爭精英杯咧都 OK 啊，係咪？好啦，球員表現方面呢，講東方嗰邊巴杜姆呢場麻麻嘅啫，真係坦白講，除咗12碼之外，同隊友之間嘅互動真係多咩唔多。顧斌呢場波喺上半場幾多愣波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影響到成場球賽呢？又係一般般我反而有少少唔明啦，就係賓基文啦，佢可能要就林千羽啦即係過到左手邊啦，因為你少咗個出球點喺個邊路度，因為你就咁稱咧，李俊廷唔會係出波點嚟㗎，咁林千羽喺邊度都唔會出波點，咁變咗呢場打防守中場嘅梁冠聰其實佢冇乜機會走到啲出波點度，除咗罰球之外，除咗死球之外啫。但係你運動戰嘅時候，佢冇乜機會喺45度角出波，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又係難啲去搞嘅。南區嗰邊就運動戰嚟講，蘇國其實 OK 啊，上半場其實可以接受嘅。咁另外其他人就下半場換出嚟嘅阿哥斯達好啊，阿哥斯達你好明顯串擾到條防線啦再數落去就唔算多啦，唔好意思。老天好啦，救咗球12碼，係啊。咁少少鬧啦，林千羽嗰度冇辦法啦，孭咗鑊即係經驗唔夠咯，只能夠講
即係唔好再犯呢啲錯咯。喺禁區裏邊滑鏟，仲要鏟得咁慢，大佬真係人都搏㗎，我都搏啊！即係我肯定渣過你哋啦，全部啦，我啲廢㗎嘛。咁但係哇，你咁樣飛埋嚟，我唔跌，大佬我點都跌啦！我換住個波啊，背少少啊，俾個後踭位你鏟埋嚟，我跌啦，大佬係嘛？點可能唔跌㗎嗰啲位？啊，就係咁樣啦。球員方面個表現我唔，大家都唔算係話真係好100% 地去將呢場波嘅精彩程度推到爆晒，即係大家都好似有少少計算喺裏邊，我自己覺得啊。OK， 咁講完球員表現，講下 JSL 嘅表現啦。嗱，JSL 咧今屆係第12屆，第一次做足球啦，精英杯嘅直播。咁佢哋之後應該嗰啲甲一啦、精英杯嘅另一場4強啊、精英杯決賽啊都會做嘅。咁咧永遠咧做直播咧，第一場咧上半場係最緊張嘅。永遠都係咁樣噶啦，永遠都最緊張，同埋係最蝕底嘅佢哋，因為佢哋係冇試過啦，佢哋冇得睇同學點做啦。嗱，你睇下半場好啲嗰啲咧，正常噶，因為佢哋有得睇同學點做啊嘛。佢哋個腦裏邊係冇 picture 噶，學員咧係冇見過一個直播點樣出現嘅。喺度去到旺角場現場咧，佢哋先親身睇住個直播係點樣構成，成個流程係點樣。所以對於一個冇參與過直播人嚟，冇參與過直播嘅人嚟講咧，一切嘅事情都係陌生，所以我喺 IG 度講係話，你好難怪佢一開頭入嚟就口窒窒㗎，因為係成個環境都係超陌生㗎，成個環境都係你從來冇感受過，而且你發現你一開咪係有成千人望住你嘅，係有成千人望住，4位數嘅人望住你。你係冇辦法唔緊張㗎。如果你本身真係唔喺呢方面經驗唔多嘅人，所以一開口就會開口夾着你，係好正常嘅事。JSL 嘅表現我有 mark 到嘅。可以啲同學可以講，即係我可以評論下啲同學嘅表現啦。嗱，其實就上半場方面咧，就女仔應該係 Chloe 啊嘛，女仔嘅表現係最好嘅，三個學員裏邊最好。首先佢又表明自己有睇開本地波嘅，咁呢個都係幾好啊，係咪？咁佢都幾熟書，明顯地佢對於啲球員嘅資訊係掌握嘅，而且佢對於足球比賽嘅運作係掌握嘅，表達能力方面咧都比其他人較好嘅。一開頭有啲緊張，少少甩，難以避免，呢啲就唔去挑剔佢啦，一定會出現嘅，呢啲好包容，試多1-2次冇事噶啦。男仔方面咧，反而就應該有一位係咪 Raymond 啊？佢唔係好熟足球賽事，咁佢有其他另一位就要啲時間去入。兩位男仔都要啲時間入局。咁見到初段就係德能同埋阿 Chloe 比較投入啲，男仔兩位就要比較啲時間去適應下個氣氛，要去入局。嗱，我可以提點嘅就係咧，學員們咧其實喺做比賽準備方面咧，其實最能夠準備嘅一個環節就係人名、球員名。球員名喺事前係必須要熟讀，係必須要知道你正選陣容嗰11個人裏邊每一個球員嘅讀音係點樣。上年呢，我嗰陣時仲喺東網做緊，咁我幫佢哋做製作特輯啊。咁我特登咧就捉晒啲學員咧，每個都確保佢哋識得讀買合穆提艾尼卡爾。同埋咧就係阿伊卜拉伊木庫爾班，因為上年精英杯有傑志有呢兩個新疆人喺度啦。上年我係每一個學員我都要提晒佢哋，一定要你要讀熟呢啲名，縱使佢未必出場正選，可能佢後備出場，但係你都要識讀，你都要讀得順，名字係最能夠準備嘅。咁其他嘢就要睇你天分啦。咁比賽過程唔順，我都可以接受嘅。入局之後就表達得好啲啊！我自己建議，如果唔係好熟足球嘅學員呢，其實可以講一啲球員嘅資訊或者佢嘅新聞，咁就會顯得你同場比賽冇乜割捨，即係冇乜一個間距離感，即係你都有投入場比賽嘅。不過你唔係形容場比賽本身啫，你形容下啲球員嘅資訊，咁我覺得呢個 OK。咁呢個你係可以再好啲啊！之後有機會可以再好啲。其實做場邊咧，中場做統計嗰個咧，大家唔好以為佢1-2分鐘難度好低，其實唔低嘅難度幾高下㗎。因為1-2分鐘要綜合晒自己要講嘅所有內容，然之後要一嘢掠出嚟
而且係基本上同拍檔係冇乜互動嘅，喺嗰個環節方面咧係有啲難嘅。上半場咧，同學咧或者係之後咧，同學咧都會留意一樣嘢咧，就係啱啱開始出鏡開咪嘅時候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技巧位，大家係雖然好細嘅，未必有人留意，但係一定要大家要掌握好，就係保持呼吸。大家好容易一開咪嘅時候就唔記得唞氣，唔記得保持呼吸。到你講嘢嘅時候咧，你先開始講嘢嘅時候，你就發現開始換唔到氣啊，或者好似有啲少少扯住個肺，好辛苦，扯住個喉嚨，因為你喺你未講嘢嘅時候，你唔記得呼吸，你唔記得保持大啖唞氣，而且加上你一呼吸頻率一細咧，你個腦咧開始缺氧嘅時候，你諗到嘅嘢你個轉數會下降啊，所以記得做 live 保持呼吸，唔喺你講嘢嘅時候記得唞多啲氣，唔使唞大氣，但係保持恒常地唞氣，維持正常呼吸。呢個呼吸呢樣嘢係可以為你嘅幕前表現帶嚟更加好嘅一個小小技巧。呢番説話係純粹課學員嘅啫嚇。大家如果做 public speaking 都會㗎。如果大家公司做 present 啊，要同人哋做 briefing 啊，但係你要真係一剔過啊嘅話咧，緊記一樣嘢，保持呼吸。保持呼吸會令到你成個 tone、成個 speech、成個人個狀態會好嘅嚇。咁呢個好似唔多人提，但係我發現通常新嘅學員都會有呢個情況。咁另外就適當嘅時候做啲互動啦，但係如果唔適當嘅時候就唔好特登踢人哋出嚟加把嘴講嘢啦。例如個人哋攻緊嘅時候，唔使特別去問A 同學 B 同學。你覺得點啊？但係其實嗰球波攻緊，大佬咁答你嗰個係答唔答你好咧？咁樣答你嗰個佢想答，但係哇，我就嚟傳中射門喎！咁好似嗰個節奏唔係好妥當。如果當某一隊波攻擊緊緊張緊嘅時候咧，就盡量都唔好踢人出嚟問問題啦。咁幾時最好問問題咧？界外球啊、受傷啊、嗰啲飲水 break 啊，呢啲情況啊、中場前後啊，呢啲情況咧最好嘅係攞嚟問問題噶啦。因為冇乜時間壓力，唔會即時發生啲乜嘢嘛。咁另外就係關於踢人出嚟講嘢咧，其實就可能因為大家同學咧，可能經歷咗中學之後咧，佢哋都係比較浸喺一種嘅口試嗰個氛圍 oral 嗰個氛圍裏邊咧，就好中意直頭叫你個名出嚟啦，或者好中意話到明俾你聽，我係問你問題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可以唔使，因為咧呢啲事前可以夾到嘅。下次做直播嘅同學，我自己期望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你揾人去同你對答嘅話咧，其實你事前可以做咗，你知道大家點坐噶嘛。如果呢條問題係問左手邊B 同學嘅話咧，你可以話。據聞咧，阿 Fago 咧，其實最近咧都有啲傷患嘅喎，你俾隻手佢，觀眾睇唔到啊。甚至就算觀眾睇到都好啊，你一個身體語言話俾佢聽，我係問你嘅，阿 B 同學。咁阿 B 同學咧，佢就自然知道你係問佢咧，咁佢咪開聲答你咯。咁就唔使直接話 B 同學佢最近點樣，咁咧就會略嫌好似好唔自然同埋生硬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可以幕後上邊嘅一啲技巧嚟嘅，純粹係 for 大家做直播嘅時候咧，可以喺呢啲位咧，觀眾唔使睇到你做啲咩㗎但係你會接得好順咯，因為你嘅身體語言就話俾佢聽咁接啊嘛，咁咪好順咯。然之後我問你咁咪俾隻手佢啫嘛，純粹咁佢見到你個身體語言嘅時候就知道你係問佢啦，係嘛？咁呢個係純粹係 for 學員之間啦。咁當然啦，即係有啲可能導師同學員之間咧，佢會特登開你名啦，因為可能導師佢坐得比較遠啲啦，或者佢真係見到你唔參與，佢就特登叫你出嚟啦。咁呢個亦都係有佢嘅原因喺度啊，即係我哋都冇得話佢錯嘅。大家其實每一個方法都啱，不過學員之間嘅話可以用一啲稍為叫做收斂啲嘅方法，咁會舒服啲。咁仲有就係講自己意見 OK 嘅，即係關於草皮嗰啲講自己意見 OK 嘅，但係就唔使反駁網民嘅意見嘅，建議大家。即係你話聽過一啲意見係咁樣，但係其實係咁樣，我覺得咁，但係就唔好話咩網民講啲乜嘢唔啱咁樣，咁就避免呢個好危險㗎。
嚇，因為咧現今嘅網上世界咧，基本上大家都係即係真係可以好容易就攻擊到你，咁所以咧就唔好隨便話人哋唔啱嚇，只能夠講係意見不同係嘛，意見有啲大家有唔同嘅角度去睇一件事，但係如果直接話人哋唔啱咧，就呢個可以避免喺往後嘅直播裏邊。咁另外下半場咧就阿 Judy 嗰啲係咁問阿 Judy 係啦，問阿 Judy 嘅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唔好喺唔適當嘅時候問佢嚇，應該喺啲受傷啊教佢球嗰陣時問佢最好啦嚇，令到阿 Judy 都唔知點算好。咁之後其實我覺得下半場兩個男仔都係好嘅，其實去到後段咧，佢哋入咗局之後咧係好翻好多嘅，即係佢哋都好樂意去帶女仔出嚟咁。我唔評論佢哋咬字啊各樣嘢，呢啲好細嘅啲位，即係我覺得第一次出鏡唔使去咬，唔使去雕琢呢啲位先。即係喺成個節奏方面，去到下半場中後段係好翻好多，即係起碼我聽到都舒服翻好多先啦。咁然之後咧就起碼冇咁緊張啦，同埋咁喺表達方面咧就啲用語可以 firm 少少咯嚇。我明白嗰個信心方面唔係好夠，但係下次可以再留意下啦啊。咁整體就係咁樣啦。咁 JSL 我覺得，有個同學咧講到一樣嘢就係話，佢評論啊南區個換人係有成果啊，我認同啊。呢位同學咧佢就講話南區下半場換咗肥棒同埋阿哥斯達落嚟咧係有成果，係令到佢哋個勝局能夠係最後係能夠可以拎喺手中。我呢個係認同，證明咗呢位同學都真係有觀察到南區喺成場波方面嘅表現同埋部署。我認同嘅位係佢唔止一場係咁。其實南區上場對住標準流浪都有呢個情況，即係佢哋下半場好被動，佢領先住一球，但係超級被動。我當時喺直播嘅時候講係話，南區如果你再唔喐手嘅，對方係一定追得到嘅。咁當時南區嘅團隊就真係換咗部分球員出嚟啦，尤其是游卓峰等等能夠牽制咗對方嘅前場，牽制咗對方後場嘅球員出嚟啦，就令到嗰場賽事。縱使南區之後冇再入波，但係煥然一新，成個南區嘅前線係令到加翻多啲牽制力同埋速度，令到流浪係不敢肆意壓上。咁呢個調動係好，呢場嘅調動都係發揮到差唔多嘅功效，咁都係好嘅。咁同學仔有呢個觀察，我覺得值得一讚，都係好叻，同埋嗰刻佢都好冷靜講到自己嘅意見，咁都係好嘅。場邊訪問方面咧，最尾個場邊訪問都係簡潔，而且係都簡單完成。有時出鏡講嘢咧。嗰一刻如果冇乜事發生咧，你就但求基本完成你嘅工作就 OK， 唔使特登諗啲嘢去搶鏡。哇！如果你話嗰場波係特登係有啲好天花龍鳳啊、戲劇效果啊、個賽果嘅話，我唔介意喺場邊係可以聽多啲好戲劇性啊或者興奮啲嘅嘢。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完成咗你嘅工作咧，冇出錯咧，都係好好嘅一次實習嚟嘅。好啦。感覺上邊我評論 JSL 嘅表現多過評論球員，因為我呢場波嘅比重我兩邊都睇得多，同埋球賽嗰邊其實坦白講冇咩好睇。我唔係話啲球員唔掂啊，係真係個戰情好平淡啊。最後一下大家一下啲人一下12碼邊個得邊個唔得咁樣咯。咁但係 JSL 嗰邊都可以之後都慢慢變得更好啦下一次直播就應該係4強嘅另一場波啦。咁希望佢哋都能夠改善，可以下一批學員會收到呢次教訓之後就更加好，決賽又更加好咁樣咯。好啦，呢次嘅賽後評就嚟到呢度。我開頭好似唔記得呼籲喎。中意嘅話就記得 subscribe channel， 撳翻個鐘仔唔好錯下一條片啊！俾個 like share 俾朋友仔睇下，另外就 comment 講下球員啦 JSL 嘅表現係點樣呢？你有份上網評論啊？有冇份打字瘋狂輸出啊？簡單再一次介紹自己，我係香港賽馬會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嘅第1屆學員，今屆係第12屆，希望佢哋可以喺嚟緊嘅時光裏邊更加享受佢哋青春，享受佢哋所有嘅人生路，享受佢哋嘅 career。呢集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拜拜。